开251个台电离岸风电1期，故障率真悬，21台有2台已经故障3个月了。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伫发言表示讲，目前是打开始营运咯，所以故障较侪。预计明年3月，大家愈来愈熟手，故障率会减少咯。台电嘛表示讲，去年风机可用率是无达到标准咯，嘛已经罚厂商8400万。国内积极开发再生能源，风力甲太阳能发电量成绩拢袂歹。不过有立委指出，台电离岸风电1期21台风机有2台已经故障3个月。外界质疑台电离岸风电1期开250亿，敢会变做无人通维修甲保养的风机？是不是所谓的故障率太高？离岸1期的部分在去年并网哈，那等于是它是一个新的机组。那并网的时候呢，那在相关的跟环境的这个调教，确实花了比较多的时间。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很多机组还没有去发电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，台电离岸风电1期是去年合并的新机组。为着适应当地环境，用袂少时间。不过今年情形是比去年较好，按算到明年3月，就当调整到适合环境的状态。台电预估，离岸风电的发电量会为去年2亿8千万度，今年又降到3亿度。因为台电离岸风电1期有甲厂商拍契约，会当使用的比率若无达到标准，伫89%以下就会做处分。台电证实，去年已经针对有标准的厂商做裁罚。契约的要求的可用率是89%，去年85%少了4%。对，每一个 percent 就2100万，每一个 percent 就罚2100万，所以现在是少了4%，罚了8400万。8000多是。针对外界质疑日立风电机伫全球市场，敢若有日本甲台湾离岸风电1期有伫使用，这风机若是故障，敢会变做是无人通维修甲保养的情形？台电回应讲，双方拢有签契约，无论是维修或者是保养，拢有保障，毋免烦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